龔兆音嘅觸感樂園係一項將觸覺轉化為聲音互動嘅創作。作品嘅載體係有唔同形狀、凹凸紋理嘅木盒，透過觸控感應器產生獨特嘅聲音，係一個邀請觀者探索由觸覺同聲音構成嘅遊玩體驗。方形嘅木盒約30×30×5厘米，表層噴上一層黑色，鏤刻咗3排唔同嘅圖案，由下而上。最下方係一列4個大大小小嘅圓形及橢圓形，以不規則嘅方式法排列，好似散落嘅卵石，適合作為探索嘅起點。中間係一列7條唔同長短嘅長方體，似一排琴鍵，可以手指左右輕撥或上下滑動。最上方係一列3組正方形，左邊一組由16個高低不一嘅小四方形組成，中間一組4個起伏嘅正方形，由中心向外圍擴大。右邊一組16個小正方形整齊排列，有如一排朱古力。觸摸作品唔同嘅圖案，會產生唔同嘅聲音，讓觀者將觸感、力度同動作對應至音色同節奏，產生一個充滿玩味嘅全新體驗。